家好，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睇下外圍嘅新聞焦點啦。工商銀行計劃斥資1億4千萬美金收購東亞銀行喺美國嘅分行網絡，拓展海外業務。美國郵政總局打算關閉多達2000個地方嘅郵局，開源節流。澳洲舊年第4季度嘅生產物價指數按年同按月嘅升幅都超過市場預期。各位大家好，今晚繼續有王 Sir、黃冠一同我黃海迪為大家主持節目㗎。王 Sir 你好。你好，海迪。你好。嗱，美資嘅銀行積極咁去拓展內地業務啦。咁同時間而家終於都見到咧，內地嘅銀行有行動啦。咁最新工商銀行就宣布會斥資1億4千萬美金，計劃收購東亞銀行喺美國嘅分行網絡。嗱，分別呢啲嘅分行就係位於紐約同埋加州嘅，一共有13間。嗱，截至舊年嘅9月底為止啦，見到嗰個總資產嗰個額呢就係7億2千萬美金嘅。據了解咧，截至舊年9月底為止咧，美國東亞嘅帳面值咧大約就係1億3千萬美金。咁即係今次咧同嗰個即係額個交易咧就差唔多嘅。咁但係呢一筆嘅交易咧仍然需要內地啦、香港啦同埋美國嘅監管機構去批准嘅。嗱，啱啱上個禮拜我哋仲講緊胡錦濤訪美啦，咁能唔能夠有少少扯上關係，或者有冇啲咩啟示咧？同埋見到嗱內資即係內地嘅銀行係咪真係會開始去拓展海外啲業務，或者加快嗰個步伐咧？嗱我相信呢個收購咧就未必會同呢個胡錦濤訪問美國有關嘅嚇。咁最緊要就係睇東亞唔抵得諗啦，帳面值咧1億3賣俾人1億2，係咁咧就1億4億3賣1億4，咁賺1000萬都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最緊要，我覺得美國嘅監管機構係會唔會通過？我諗內地啊、香港實會通過㗎。美國監管機構會唔會通過？同埋你將來你真係俾你有呢個咁嘅橋頭堡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咩條件嘅限制？咁呢樣反而值得注意嘅。咁大家都留意住監管機構個審批個程序，同埋中間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即係波折啦？咁另外睇住咧就係美國方面咧，大家成日都提住就個赤字擴大，咁梗係諗辦法開源節流㗎啦。咁而家今次諗咧就向啲郵局開刀啦。咁美國郵政總局咧就計劃喺嚟緊咧將會關閉多達2000個地方嘅郵局，另外咧亦都會咧就係審查16000幾間而家係蝕緊錢嘅郵局。咁然之後咧就計劃遊說國會咧就俾呢一啲無利可圖嘅郵局咧就關門大吉嘅。咁呢一個郵政總局方面咧就未有公布打算計劃咧就刪邊啲嘅郵局，但據講應該大部分咧都係位於一啲農村啊、城郊呢啲咁嘅地方。嗱，先前睇翻美國郵政咧都試過諗好多開源節流嘅辦法㗎啦，諗過裁員啦，諗過加郵費啦，諗過削減服務啦，咁而家似乎就最後一招啦，索性執咗佢啦，咁效用大唔大呢？嗱，根據呢個美國法例咧，除非你有收葺啊，或者係即係你租約到期唔租俾你，咁你先至可以關閉嘅郵局嘅啫，係咪？如果唔係你就唔可以嘅。不過咧就事急馬行田咧就冇辦法，而家諗到就有呢招。但係諗翻轉頭，如果你喺互聯網嘅出現同埋手機咁普及之下咧，郵局嘅作用係咪即係已經係逐漸式微咧嚇？仲有就係話。不過農村同埋城郊嘅郵局咧，似乎個重要性係幾大。你連呢啲都斬埋咧，就真係有啲難過，我覺得嚇。嗱，不過而家呢一個咧，都仍然係美國郵政總局自己嘅如意算盤啦，打唔打得響咧，仲要等埋國會方面通過嘅。咁睇睇澳洲方面最新嘅經濟狀況啦。公佈咗舊年第4季度嘅 PPI 生產物價指數，按年咧係升2.7%，按月咧升幅就係0.1%嘅。兩個數字咧都係差過市場預期㗎啦。原本市場預期咧，按年係升到3.2%，按月咧都可以升到0.5%嘅。而同一時間咧，大家留意住就係澳洲嘅連鎖百貨公司就係 Woolworths 下調咗今年公司嘅盈利增長預測，咁睇前景睇得麻麻，由8%至到11%咧下調到落去只係剩翻5至8%啫。嗱，頭先我哋講嘅呢一堆數字咧都未反映到澳洲嗰個水災嘅情況嘅。好啦，嚟緊今年啦，你睇澳洲個經濟啦，嚟緊水災真係嗰個後遺症陸續就會浮現㗎啦，對個經濟或者對一啲企業啊、零售商嘅影響會係點呢？咁其實有啲咁嘅問題出現呢，就有兩幫嘅睇法。一個咧就話死啦，呢次澳洲唔掂啦，係咪嚇？有啲人唔係喎，你災後重建嗰度可能有好多需求啊、就業啊咁樣，即係個經濟一定彈翻上嚟嘅咁樣。不過我就覺得咧，澳洲經過咁多次加息之後咧，
加上中國嘅緊縮政策啊，美元走強翻啲啊，咁似乎咧澳洲嘅經濟咧有少少強弩之末，澳洲同澳元都係有少少強弩之末嘅。咁我要稍後睇下，除非個美金大跌啦，係咪？或者中國放翻水啦，咁澳洲紙先有機會上，或者經濟就會好翻上去啦。如果唔係咧，似乎真係有少少頂角㗎嚟嘅嚇。暫時見到個澳洲紙都係一船流嗰個位置度頂住先啦。咁睇完外圍焦點啦，我哋跟住睇睇美股今晚開出嚟最新嘅走勢啦。咁見到呢兩個指數暫時都可以靠穩嘅。道指而家升緊14點嘅，做11,886點。S&P 500呢就都係靠穩，升緊0.93，就係做1284點。嚟到呢一個禮拜呢，繼續都有好多業績嘅公佈。咁上個禮拜我哋分析咗好多嘅金融股啦。咁嚟緊今晚都有嘅，其實有呢一個3M 嘅麥當勞咁啊，業績期都係繼續噶啦。美股嘅走勢會點睇呢？美股走勢有少少奇怪啦，因為上個禮拜四咧就托住一隻 IBM 嚇，即係你知 IBM 喺道指嗰個成分股裏邊佢係計價嘅，就唔係計嗰個 market cap 嘅。咁一隻 IBM 升百幾蚊，升3點幾個 percent，好犀利。星期五咧就托住一隻 GE，即係通用電器，就升7個幾 percent，其他啲係禍陀陀嘅啫。咁似乎又係有少少強弩之末，我覺得我都係堅持係會有調整，因為個 S&P 咧。喺129幾俾人沽翻落嚟127幾啊，128零咁上下啦。咁但係星期五嗰日最高去翻1291咧，又即係好重要嗰個位咧，又俾人沽翻落嚟。咁我覺得就個美股都係應該有調整先啱，即係趁業績出嚟嘅時候應該有調整先啱。借勢出一出貨先啦。嗱，外圍方面呢，有一單消息要同大家講嘅，咁啊啱啱新發生嘅啫，就係呢個莫斯科機場啦發生咗爆炸，咁啊造成咗死傷，暫時嗰個死亡人數啊最少應該10個噶啦。咁啊見到咧就係俄羅斯方面啊，莫斯科股市咧係跌緊2%咁啊，大家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啦。咁啊至於歐洲股市方面呢，都同大家睇睇而家最新嘅走勢。咁啊見到幾個主要指數暫時咧就個別發展嘅，富時100指數咧就係升緊29點，法國 CAC 指數升3點，咁但係德國 DAX 指數暫時咧就係要向下啦，而家係跌緊34點嘅，做7027點。呢節時間嚟到呢一度，稍後下一節翻嚟咧就會講講美國總統奧巴馬呢個星期會發表國情咨文，咁市場都關注啦美國政府有冇實質嘅計劃去削赤同減債，以至到對美元同美債會有啲咩啟示呢？下一節翻嚟會分析下。